这边，快！这边你们两个去看看那边。哎，快！这边，来了。谁？哎，水来了，给你。哎，看看。啊！出来！来人呐！公主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压了。是。你们都回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公主，回去。是。王宫内院，岂是你说进就能进的？我看到王宫失火，与你无关。你当初这么瞒我，现在却这么关心我。整个刑律司都在追杀12宫，你让我怎么说？说我是阎王殿少主，还是说我是你要找的仇人？你们犯了罪，难道不应该承担吗？你们口口声声说12宫是叛逆，朝廷把所有的罪名都按在我们头上，谁又给过12宫自证清白的机会？你若是不满阵营案判案，我们可以一起查。你若是信我，怎么可以瞒我这么长时间？你又何尝没有骗过我？难道你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你信任我的方式吗？我提及接近12宫的时候，你不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还是你东躲西藏惯了，撒谎成了性了？我原本还奇怪，一个刑律司的捕头，有这么大的脾气，话可以胡说，事可以乱做，就连玉大人都要围着你转。难道你没有骗过我吗？公主殿下，你给我滚！公主。哎呀，快，都检查仔细了，把剩下的着火的地方都灭干净了啊！是。那边，快点，来了，快点，快，还有那边，动作快点，快去拿水呀！来了，快，来人呀，快！这儿，快来水！马上来了！站住！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？刚才燕宫上空落下很多孔明灯，这院子一下子就着了。啊，这燕宫本来就少人看管，这宫女太监都手忙脚乱的，根本控制不住火势。刘侯他就被困在屋中了。倘若玉大人没事儿，那奴才就去回禀高公公了。是。快，抓紧呐！水来了！这边，我再去。来了！
岂有此理！偌大的宫中，守卫森严，竟让小小的孔明灯搅得不得安宁，竟然还烧了燕宫。这京城之中还有安全之地吗？王洛，你身为禁军统领，失职渎职，该当何罪？微臣该死，还请王上恕罪啊！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。王公遇袭一事，定是有奸人作祟，臣一定带领刑律司尽快缉拿真凶，给王上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朕不用你交代。拿走，拿走！刑律司总捕头玉长风，捕头沈瑶殿外求见。宣，快宣！宣刑律司总捕头玉长风，捕头沈瑶觐见。微臣参见王上。免礼，免礼。朕召你们二位来啊，是要你们查明昨夜王宫遇袭一案。沈瑶，你是破获狐妖案的功臣；于长风，你是刑律司的总捕头。你们二人最具查案能力，朕限你们3日之内，速速查破此案。遵命。退下吧。陛下，微臣还有一事请奏。讲。为陛下查办大案，应是臣的本分。只是沈瑶的身份，什么身份不身份的？沈瑶虽然在你之下，是个小捕头，但沈瑶是破获狐妖案的功臣，论功行赏不在你之下。爱卿就不要念及门第，速速为朕破了此案。陛下，玉大人担任刑律司总捕头一职已有多年，对此案一定是十分重视。有沈瑶相助，必是如虎添翼。有事奏事，无事退朝。退朝。臣等告退。玉大人、沈捕头，请留步。杜大人，沈捕头，你现在可是王上眼中的红人呐，不光断案神速，还深知官场的冷暖，朝堂之上进退自如，未来定是前程似锦呐。若是你在办案中有任何阻碍的话，不妨来找老夫，刑律司内没人会是你的阻碍。杜大人客气了，在下能否在刑律司容身，还得看玉大人啊。沈捕头又何须看他人脸色？在官场之上，若想平步青云，不是靠一己之力的事啊。多一个朋友，就少一个敌人。若是你在不经意间慢待了谁，这朋友变成了敌人，那可就费力不讨好了。杜大人的话，在下记住了。好好的悟吧。玉大人，公主今天没事吧？
公主，太医，我哥哥的伤势如何？刘侯伤势并无大碍，只需每日服药，静养数日便可。没事就好。你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哥哥，你又憔悴了好多。如果不是父王下令把你关在燕宫，你又怎么会受这等委屈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以前一样？玉大人。回禀大人，查到了，一伙自称翼王庄的贼人参与了这次孔明灯案件的制作和运送，贼头叫翼老大，翼庄饭馆便是他们在京城的据点。等一下，我去换个便服。是。主子，他们在查翼王庄。去把底儿摸清楚。哎，我可看见了，交出来吧。喝吧啊，来。哎，客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啊，店家，今日出门着急，忘记带荷包，堂钱等你下工之后，直接来行律司拿吧。哎呦，还想装行律司的人？行律司的官爷从来都不吃霸王餐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给钱，你就别想走了。玉大人。行了，说吧，孔明灯案发时你在哪里？什么孔明灯啊？啊，你们是谁啊？搅和了我的买卖，还有王法吗？啊！你还知道有王法呀？我们有足够的证据，可以证明你的人参与了夜袭王城孔明灯的制作与运送。我劝你实话实说啊，否则就是罪加一等。我不过呢，
是趁乱抢了点财物而已。就这点事儿，没必要惊动刑律司的总捕头吧？啊？你也知道刑律司的总捕头在啊，还敢来这套？你骨头够硬的啊！这抢来的财物呢，我已经都卖了。你们要是想找啊，我可以把买主告诉你们。这其他的呀，哎呦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喽。你，好了，既然他不肯说，那就带回刑律司。刑律司有的是人和时间。大人，这是，把人都带回去。是。你们几个带走。是。走。走，快点。等等。啊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了。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我可是陪你跑了半天，还打了一架呢。好啦，逗你的。抓贼嘛，我出一份力也很正常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玉某就先告退了。哎，玉长风，你等等。秋玉姑娘，玉某今日真的有公务在身。你还记得我名字啊？定州之事，承你们的情。但庙堂与江湖，终归殊途。殊途最终不也能同归吗？你怎么确定我们最终要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呢？你是阎王殿的人。阎王殿怎么了？阎王殿的人，刚才不还帮你抓住了犯人？我是官，你是……我是什么？你想说我是贼吗？那你倒说说看，我犯了什么法，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在垂芦山里，可是阎王殿的人在保护你们。朝廷有朝廷的法律。若好坏和对错都能靠一纸公文、一册律法就能判定的话，那为何有那么多人要为早有定论的案子鸣冤？玉大人，你总是有那么多顾虑吗？总得要有人去顾虑。一事顾虑，是谨慎，可事事都要顾虑，你就不怕你自己后悔吗？你倒是潇洒。那当然了。
这就是昨日夜袭王宫的孔明灯。孔明灯上的松枝尚未烧完，我和石榴查过，这上面的松枝不是京城中常用的松枝。不知道花姐能看出什么门道吗？华山松。华山松。京城内的松枝以白皮松、油松、雪松为多，这是华山松的松枝，多分布在雁北一带。京城内用华山松油的人并不多见，所以你们会认不出。袭击王宫的孔明灯有很多，会需要大量的松枝。这么多雁北产的松油进京，想必花姐你应该得到消息了吧？京城近日只有杜甫采购过一批华山松油脂。恭喜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哟，玉大人，稀客稀客。哪里哪里，杜大人生辰，下官当然要到场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小爷，你把石榴从我这儿借走，去处理12宫的事务，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把人还给我？怎么，16就借我几天，还舍不得了？一开始我还没觉得，但是突然这么一走，我有些事情还真离不开他。好了好了，16伶俐着呢，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放心吧啊。哎，等一会儿你进去了，你自己小心点，我在外面照应你。跟你说正事儿呢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什么眼神儿？你这是？哎，你最近跟玉长风有什么进展？我们什么进展你先别管。不过我听说你们俩最近不太友好。你说你们一起查案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就不能让着点他？我当时不也没办法吗？不过我现在不是已经找机会弥补了吗？你就不该招惹他。是。哎，看，玉大人来了，我跟过去看看。杜大人操劳政事，实在辛苦。在下祝杜大人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。大人的心意，老爷心领了。我代老爷敬大人一杯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出来。玉大人果然不喜欢热闹啊，都找到这里来了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不守规矩呢，真是没想到啊。
不守规矩也有不守规矩的好处。你把锁砸开了，不就等于告诉别人有人打开了吗？这还不简单吗？好了，徐大人。也许真相就是这样的呢。你干嘛？